有亲爱的姊妹，感恩节快乐！咱过几日就是美国一个国定的假日感恩节。伫这个感恩节的节期，是咱感恩的时阵。昨昏咱的丰盛团契甲着爱家团契有办理一个感恩的餐会。有袂少遮的大学生、留学生，甲着伫遮工作的出外人。同齐来到咱的教会，同齐来享受咱的为着因做准备的感恩节的这个餐会。即我想起到伫约略差不多20几年前，我到 Princeton 读新学的时阵，伫感恩节的时阵，阮的教授嘛邀请这个学生来这个感恩节的这个餐会。个咱若伫美国读册的时阵。检测拢有即款的机会，伫感恩节的时阵，你的教授也是你的朋友的家庭，会邀请你到伫因的厝来参加即个感恩节的即个餐会。因为咱知伫美国非常重视即个节日。有一届就有一个家庭，因邀请一个老尾做台湾省省主席的吴国珍伊个时阵来到伫美国读册。伫即个 Princeton 读政治学的博士，因即个家庭邀请伊到伫因的厝来参加即个感恩节的即个餐会。伊受邀请去参加当即个主人家甲伊讲几句话了后，然后大家要准备来食饭。要食饭之前，拢会有一个谢饭祷告、祈祷。即个主人非常有礼貌，安尼甲伊邀请讲 ，Mr. Wu。Could you say grace for us？ 这个吴国珍迄个时阵毋是基督徒，毋知影这个是啥物意思总是大家已经拢目睭刻刻，准备要食饭伊毋知要安怎这个主人搁一摆甲伊讲，甲伊邀请讲 ，Mr. Wu，please say grace。这个吴国珍真正毋知影要安怎，所以伊就讲好 ，grace。这拍算是介底感恩节这个祈祷食饭进前的一个祈祷。一句话就会使 grace。感恩节是美国重要节日，1789年10月初3，美国建国迄一天，美国的第一任的总统华盛顿伊宣布，伊讲今年度11月26是咱全美国感恩的日。1863年，同款是10月初3，美国当时时拄伫南北战争，林肯总统宣布，每一当11月的第4个礼拜4，应该称做美国的感恩节。到伫1941年11月初8，美国的国会正式通过，也由当时时的小罗斯福总统来签署。明定每一当11月第4个礼拜4的感恩节，毋也是干那感恩节，伊要称做美国的一个国定的假日。因为当时时真济每一州拢有咧庆祝感恩节，总是日期无啥共款，所以该统一伫每一当的11月第4个礼拜4，这是全美国大家同齐庆祝感恩节的日。成做一个国定的假日。咱来通了解感恩节的一段历史，检测会通帮助咱移民来到伫美国，伫这个所在来徛起咱台湾的基督徒，咱嘛会通珍惜看重这个感恩节这个节日。因为事实上，感恩节这个节日，加着移民，就是对外国所在移民到伫美国这个土地顶悬来生活的人的宗教信仰。有非常密切的关联。1620年9月初6，有102个人，因当初时坐着5月花的这只船，冒着生命危险，对伫英国移民来到伫美洲这个大陆。因对英国的 Plymouth 出发，然后横跨大西洋来到伫美国。102人中间，袂少人
是当初时咱家称作是清教徒，英国的清教徒，因欢喜做这款的工作，是因为因要追求宗教的自由。但原先因的目的地是要到伫Virginia，有一个当初时有一个殖民地叫做 Jamestown， 总是因为风影的缘故，这个航道偏离所以船漂流到伫 Massachusetts， 然后1620年11月11日到1111因到伫当时是 Massachusetts 外面有一个叫做Cape Cod， 咱来翻做鳕鱼海峡，迄个所在有一个海港Provincetown Harbor。伫即个登陆迄一天还未进前还未登陆进前，11月11日，伫即个五月花顶悬有遮个成年的男性，拢总有41位，因共同签署对即个 Bradford 伊所拟稿所写的一个叫做五月花的公约，五月花号公约 Mayflower Compact。伫即个公约顶悬内面安尼写了非常的清楚，伊讲为着上帝的荣耀，为着传扬基督徒的信仰，为着阮的国家国王的荣誉，阮漂洋过海来到即个所在，希望会通伫遮来徛起。阮伫上帝面前，也伫彼此的面前，阮共同庄严来签约。阮欢喜来组成一个民事治理的团体，为着拄则所讲的目的，会通得到更好的维护，来实行常时来发展。阮建立、组成、建构一个公平、平等的法律、法令、宪章，常时一个体制。阮认为这是应该、必要、常时方便，总是会通随时来做换新的一个约。阮为着徛起伫这个所在，全体人民共同的利益，阮欢喜伫这个所在，阮应允，阮要遵守服从这个公约。这是伫1620年11月11号所签署的一个公约。那这个公约该起头就讲为着上帝的荣耀，这个公约。不只会通表明伫当初时签公约者的人，因内心的宗教的一个信仰，毋但是表达对上帝的感谢，伊嘛表达因对上帝的相信。因相信一项事，就是人伫上帝面前是自由平等。因所要追求的是这个信仰的自由，无搁再受到统治者压制的自由。根据这个信约，因要组成一个明智的一个政府，常时制定自由平等的法律。这个公约创立人类历史中间的一个先例，就是政府的组成是爱互被治理者的同意来成立，常时爱照着法律伫这个所在来做治理。这嘛是拄美国立国的精神。1621年11月22号。这个五月花终于伫这个 Plymouth 迄个所在正式来订立。这群的移民在起头临到的时阵，因拄着真严重的挑战。一寡人拄着寒天遮尔寒冷，无物件通好食，枵饿破病，伫寒冷中间来死去。102个，剩50个，一半以上的人拢已经过往。第二冬的春天，每一个早起时，有一名的印第安人，伊的名叫做 Somerset。伊是印第安人有一族叫做 Wampanoag， 这个族内面的一个族人。伊受到伊的酋长叫做 Massasoit 伫顶悬迄位伊指派，然后到伫这个殖民的地的所在来看这个移民的状况。过几日了后。这个 Somerset 伊个带领伊的酋长来到伫因大起的所在，但这个酋长非常的慷慨，也非常的热情。因看因生活真艰苦，所以就将因生活必须要物件来送互因。佮指派有几位非常有经验、非常老练的印第安人
来帮助因安怎伫即个所在来掠鱼，安怎伫即个所在来拍蜡，安怎伫即个所在来工作，像是安怎饲火鸡啊，等等才会生活的技能。大家移民就开始来种植，到伫迄一冬10月大丰收，有稻叶或者会番麦、水果、菜苋、咸鱼，甲着肉，所以因即一冬欢欢喜喜来过炎即个冬天的时阵。当迄个时阵，担任即个 Plymouth 的即个总督的即个 Bradford， 咱头壳讲，伫迄个签署5月花的迄个起草人即个 Bradford， 伊决定做项代志，讲咱着爱举行一个庆典。即个庆典的目的，要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的看顾，感谢上帝互咱会通伫即个土地顶悬得到照顾，像是即个土地来出好的现产伫即个所在阁有得到印第安人的帮赞，所以邀请遮印第安人同齐来过节，来过庆祝的即个节期。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感恩节，伫美国即个土地，这是伫1622年11月29，1622年11月29，因甲印第安人同齐跳舞，同齐唱歌，同齐摔跤，同齐射箭，同齐庆祝等等的活动，拢总有3冬久。遮友善的印第安人特别因有一种舞叫做火鸡舞跳火鸡舞伫这个所在来甲因庆祝所以落尾这个美国咱有这个食火鸡这款的习惯那清教徒因第一个感恩节真清楚，因咧感谢3项代志：第一，感谢上帝的带领；第二，感谢这个土地会通有好的丰收；第三，因感谢伫当初时帮助因的印第安人。总是随着这个欧洲的殖民地殖民者愈来愈多毋也是英国、荷兰、德国、法国愈来愈多，这个殖民者来到伫美国所在，就开始产生一寡冲突，特别是伫土地问题造成真侪的争端。为着得到更较侪土地，这个殖民者落尾因用武器来甲着这印第安人伫遮来战争。因每一届战赢的时阵，因的武器较好，所以常常是战赢。战赢了后，就将这少年的印第安人年轻力壮的，就甲因掠，做俘虏做俘虏，然后将因做俘虏，也是将因卖掉。若是无法度做奴隶的，就将因来处死。伫Connecticut的所在，伫1636年到1637年，这Connecticut当初时是英国的殖民地的人，英国的这个殖民的移民，还有荷兰的殖民的移民，因住伫这个Connecticut迄个所在，伫遐发生一场战争，叫做 Pequot War。这个欧洲的殖民者因战赢，所以就将当初时这印第安人给屠杀。当初时，这荷兰的清教徒甲英国清教徒讲，咱就应该为着这场战争的胜利，搁来举办一届的感恩节。除了食，除了啉以外，因搁举行踢球的比赛。总是迄个时阵所踢的，毋是骹球，是这比台印第安人的头壳，将因的头壳当作球在踢。这战争，这争端。这流血，这残酷的事件，伫美国感恩节的历史中间留下非常大的污点。总是虽然有这个污点，整体来讲，清教徒对着美国的社会依然有真深远的影响。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塑造美国人的性格，也奠定美国社会甲政治的根基。所以有一寡历史学家，比如讲德国出名的一个历史学家叫做兰克，美国出名的历史的学家也叫做 Brandcroft 这个 Bancroft， 因认为讲清教徒思想的鼻祖，就是长老教会的创造者加尔文先生，这是真正美国的国父。伫思想赞处，伫神学的赞处内底，美国事实上受到加尔文这种的思想的影响非常的深远。若是安尼，法国政治思想家来到伫美国考察的时阵，
当初是伊就指出，加尔文的思想毋仅是一种的宗教的理论，伊嘛是一种政治的理论。其中介要紧的，咱知圣经有旧约甲新约。圣经内面非常要紧的是犹太基督宗教内面的传统中间这种立约的信仰，这种立约信仰以及这个立约信仰中间的民主的观念、生活的习惯，甲着所运作需要的一个法规，这个真做非常要紧一个团体生活的一个根据。这清教徒将美国当作是一个基督教理想的王国，因伫这个所在期待会通起造基督教世界的一个楷模。所以若无美国清教徒的思想，这个托克维尔这个法国的这位政治思想家，伊讲：你若毋知美国清教徒的思想，你可能毋知了解美国的社会。确实，咱会通对清教徒侪因所留落来的文献，甲着因实际的做法，无论是伫政治、宗教，也是社会方面，咱有通看到伊的精神的展现。1789年，咱拄则所讲，华盛顿总统，伊伫迄一当来宣布感恩节的文告，伊安尼讲：我建议也指定11月26拜四，诚做美国各州人民奉献，互迄位伟大佮光荣的存在者，就是上帝。伊是所有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美好的事物的创造者。当伫迄一天，咱会通同齐团结起来，用伊来虔诚、谦卑，表达咱对着伊的感谢。感谢伊，互咱正做一个国家进前，已经对着咱遮的百姓的关心、甲着保护以及引带。感谢伊伫最近咱所发生的战争，就是这个独立的战争的过程甲结束的时阵，伊有赏赐咱侪的保护。感谢伊赏赐咱所得到的和平、团结。甲着丰富，感谢伊会通帮助咱用和平、佮理性的方式来建立会通保障咱安全甲幸福的政府。特别感谢伊会通帮助咱来完成最近咱国家所签署、所建立的宪法。感谢咱会通伫这个所在得到公民的自由，也得到宗教的自由。感谢咱伫这个所在会通得到知识。也阁有传播知识的手段，也阁有除了这以外，阁有侪伟大的恩典对上帝来。这是第一任的美国总统华盛顿，伊伫个文告中间对着上帝的感谢，带领全国的人民来感谢上帝。那1863年，林肯总统也发表感恩的文告，这是当初是美国内战的时阵，内战也未结束。这个总统发表这个文告，林肯伫这个文告中间，伊安尼讲，伊讲伫咱国家内面发挥空前的一个内战，外国的这个国家咧注意咱到底发生这个内战了后，因是毋是有机会会通入侵咱？总是咱有缘伫这个内战中间，咱保持甲世界各民族中间的和平，咱也通保障咱的社会秩序，同时咱维护律法的尊严，咱也保守了咱除了战争的土地以外，其他的所在一切的和平。咱的人口虽然有战争，总是咱人口继续咧增长。咱的国家虽然目前有战争，总是伫经济方面，咱有缘继续咧增长。咱的人民也愈来愈得到更较大的自由。煞接伊安尼讲，伊讲这个伟大的代志，希望伫战争中间来发生。总是这个伟大的代志，毋是出自人的心的设计，嘛毋是人的手所会通来完成，这完全是出自迄位至高的上帝，伊对着咱的恩典甲怜悯。咱虽望有犯罪，所以来惹上帝受气，总是这位上帝有缘欢喜赐下慈悲甲怜悯。所以林肯总统伊安尼讲，伊讲我深深认为。咱全体的美国人应该动一条心，来向上帝献上庄严、上是敬虔的感谢。伊讲，我邀请美国全地的同胞，甲着海外所有的侨胞，将11月的最后的一个礼拜四分别出来，
来带伫天顶的主爱阿爸爸上帝，献上感谢甲懊恼。咱安尼敬拜这位拯救咱、赐予咱的上帝的同时，我也建议咱每一个人伫咧守感恩节的时阵，咱就为着咱的民族的邪恶，为着咱的民族的背逆，咱要有谦卑痛悔的心，也将因为这个无法度避免的战争内战中间，诚做孤儿、诚做寡妇得哭、得受伤、得艰苦，才会同胞，咱就要对着因有更较侪的关心，更较侪对着因的帮助。咱将因交托伫上帝稳定的手，恳求全能的上帝会通伸出伊的手，医治咱民族的伤痕，也照伊好的意思，会通紧紧帮助咱恢复和平、和睦、安静，甲着咱健壮永大的一个国家。这是林肯总统伫美国内战的时阵所发表感恩的文告。伫这个文告中间，伊有真深的一个反省，国家的内战的确是有济的争端。总是当咱咧庆祝感谢上帝予咱的恩赐的时阵，唔通袂记记，咱也伫伊的面前捌犯过罪。1941年11月7日，罗斯福总统伊宣布，伫2522号的文告中间宣布，每一当11月第4个礼拜4，这个感恩节，唔也是一个感恩节，是爱称做全美国国定的假日。这个公告是拄美国经过经济大萧条的时期，迄个时欧洲甲亚洲拄陷落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间，所以罗斯福发表这个感恩的文告中间，伊特别将这个给写伫内底。伊安尼讲，伊讲咱心爱国家，因为有自由、有平等，咱会通成做一个强大国家。我会通预见未来的社会、未来的世界会不断出现冲突甲着暴力。为着咱家己的未来，咱就爱赶紧咱的脚步，着遐国外的民众、人民需要帮助的，咱来提供咱互因的帮助。咱除了捍卫咱家己的家园，甲着咱宝贵的自由以外，咱也爱帮助一寡遮国家免得因灭亡。咱恳求上帝祝福，保守咱的决心，甲着咱的决定，会通继续守护咱生活的方式，来抵挡今仔日伫这个世界中间，迄个强强要共包围、侵略别人的国家，才会邪恶甲奴隶这种的势力。这是罗斯福总统伫二次大战的时阵所发表一个国家感恩的文告。咱看见这3份对着美国历史发展中间非常有影响的总统，伫历史关键性的时期内底，一个是建国的开始，一个是美国内战的时阵，一个是美国面对已经可能会发生，也已经咧进行中间，可能会牵涉入美国的第2次世界大战，伊所发表感恩这个文告。对这个文告，咱会通清楚来看出美国这个国家伊背后伊的底层内底有一个感恩的精神。所有这个感恩的文告中间，咱也倒来到伫圣经，伫咱今仔所读的《申命记》26章第1节到11节，这是以色列的民族第一份因的规个民族感恩的文告。伫这个文告中间，咱会通看起当初时摩西安怎呼召全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就爱对上帝来感谢，规个民族就爱感谢上帝。讲咱就感谢上帝，会通带领咱进入到这个，互咱整个民族会通安心立命的一个应允地。所以，当咱进入到这个应允地了后，咱就爱将这个土产开始生产出来。第一批迄个盖好的土产，咱就该装伫篮内底，交互祭司。然后祭司来献伫耶和华的祭坛进前来感谢伊。伫咧感谢，毋也是献遮的祭物、遮的初熟的果子，上时伫咱的心内底，咱就祈祷讲感谢上帝，因为你有怜悯阮的祖先。当阮的祖先伫埃及受迫害、受苦难的时阵，
你用大气力的手来帮衬因，你行坐坐，大个通行位的信业甲技术，带领阮的祖先出埃及迄个最落地地，然后进入到伫迦南即个自由的土地。所以，阮伫上帝面前要教着通过这利未人献祭，也当时时，阮全国的人民，教着寄居伫即个所在外地人，同齐欢喜来享受上帝所赏赐予阮的福分。这是圣经第一份感恩的文告。那圣经毋也是即个文告，圣经足侪所在拢甲咱讲，咱爱学习会晓感谢上帝。诗篇50篇第14节讲，你着用感谢做祭来献予上帝。献予上帝有真侪个祭，其中有一个祭叫做感谢祭。佮对至高者谢你的愿，上帝啊，我对你所下的愿，他已经有成伫我身上，所以我要用谢恩的感谢的祭来献予你。我要出欢喜的声来讲起你的所做。上时，当我拄着危难的时阵，我要用感谢的祭献伫你面前来求叫你的名。献上感恩的祭，这就是荣耀上帝。一个人要荣耀上帝，介直接、介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来到伊的面前感谢伊，感谢伊对着你坐坐才会稳定。所以诗篇50篇第23节，这段经文安尼讲。若是用感谢献做祭，就是咧应光我。迄个谨慎伊所行的，我要互伊看见我的救恩。感恩，因为这个缘故，对着这个感恩的文告，甲着坐坐这个诗人因所献上的感谢，甲着一个圣经坐坐教导中间，互咱看去，感恩是基督教信仰的一种的美德。这种的信仰的美德，爱伫咱的生命中间会通呈现出来。就感谢上帝，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咧。这是诗人常常对着咱的呼吁。人对着上帝应该存一种介基本信仰的态度，就是感恩。一个要感恩的人，会愈珍惜上帝予伊的恩典，会愈倚靠上帝对着伊的供应。当伊拄着艰难困苦的时阵，有缘知影继续向上帝来持守感谢这种的心态的人。伊的生命会随时有盼望，咱的生命会因为咱的感谢愈多，咱会得到富足。伫美国有流传一个传说的故事，安尼讲有一个寒冷的暗暝，大家拢已经在困，总是有一对老翁仔某，因到伫一个乡镇的旅馆内底，因要来伫个旅馆来过暝，总是这个旅馆已经客满。这个服务台的这位服务的人员，嘛是伊这个旅馆的一个经理，伊不忍心，互这对老大人，搁再去别个所在找旅馆，因为可能找无，所以伊就将因带伊到一个房间内底，对因讲这间房间毋是阮遮盖好的不过盖无，你毋免搁再去外面的所在找无这个大的所在。但这对老人看到这间房间虽然毋是非常的豪华，总是嘛非常干净看起来真舒适，所以因就欢欢喜喜住伫内底。第二日因要离开进前，因就要结束，总是这个经理甲伊讲，毋免付钱，因为恁住的是我的房间，我祝恁旅途愉快。原来这个经理伊家己伫贵大的所在，一暝无困。伊用伊的房间互这对老人，这对老人非常的感动，讲你是我所拄着介好的一个旅馆的经营人，我相信你的好心有一日会拄着好报。2个月了后，有一日伊收到一张批，内面有一张到伫纽约的一个机票，伊就照这个这个批内面所讲的这个地址来到伫纽约到伫迄个所在。是一间大旅馆，这个原本受到伊帮衬这对老夫妇甲接待，讲欢迎你来这个所在，来到纽约然后甲伊互相交谈，甲伊感谢讲过去安尼阮伫迄个所在无通好困的所在，找无旅馆的时阵，你用你的疼心来接待阮。我有做一个决定，我将这间大楼已经买落来，我要甲伊改装成做一间旅馆。我咧找一个 manager，
找一个经理，我认为你就是该适当的人选，所以伊就邀请伊来负责这间旅馆。这间旅馆落尾叫做 Waterfall Astoria， 这是纽约足出名的一间旅馆。这个服务人员伊名叫做 George Porter， 伊正做这间旅馆第一任的一个经理。圣经常常甲咱讲，咱若出于痛心去接待原本咱无熟悉的人，总是因拄需要的时阵，咱接待伊，上帝伫中间会互咱祝福。我真欢喜听到咱教会中间有一对夫妇，咱最近有一个家庭对台湾来到伫美国，原本住伫 B&B， 这个 Airbnb， 总是时间的关系，大学的缘故，所以因无法度继续住。咱教会有一对夫妇，因真有疼心，接因到因的厝底住，等候因会通找到适当住的所在。感谢上帝，咱的教会有真侪有一款有疼心的人。感恩的态度，事实上嘛出现伫咱台湾，咱的祖先所流传予咱的智慧。咱的祖先有甲咱教一个要紧的代志，这个要紧的代志就是讲，咱得要有感恩的心。所以有一句俗语安尼讲：食果子得拜树头，食米饭得拜田头。这是种对着大自然会通生产遮尔济丰富的物件，来供应咱的生活、咱的食物所需要的，对咱的心底的一个感谢。除了这以外，佮甲咱讲，食人一口，得爱行人一道。这是对你有温情的人，你得爱存这种感恩的心。咱徛去伫美国，咱所有遮的咱的台湾的移民，咱称做台美人。咱除了也延续咱的祖先已经流传咱这种感恩的人生态度以外，咱伫咱的圣经内面，还佮住伫美国这个用清教徒的这个精神所立国的这个美国内面，咱愈需要来学习美国的先民因的感恩的精神，也佮有圣经一直咧甲咱教示感恩的信仰。咱就要学习，除了感谢大自然、感谢帮助咱的人以外，感谢迄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感谢会通将人的性命、救咱的人的性命脱离罪恶、甲着死亡的上帝，感谢迄个不管时欢喜容易主的甲人民来款待咱，互咱活了有信心、有仰望、佮有仁爱的这位上帝。伫咱拄则所讲，这个感恩的文告，也是伫美国，也是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的感恩的文告，一直咧提醒咱，咱的生命确实有一美好的代志，伊的源头伫迄个享受美好的物件，互人的上帝。上帝会因为咱的罪来受气，总是上帝不管时欢喜赐下伊的人民，甲疼惜互咱。感谢上帝。这是一种信仰的美德，嘛是一种信仰力量。通过咱感谢上帝的信息、稳定甲人民，咱会通帮助赢过咱伫人生中间所拄着一的患难困境，包括咱内心内面的焦疑、埋怨甲苦毒。一个人若毋知感恩的时阵，伊的心灵内底不管是拢有埋怨，不管是拢有苦毒。会通帮助你赢过你内心的埋怨，甲苦毒的，是你抬头来看天，抬头来感谢上帝。迄个感谢的心出来的时阵，就会帮助你较赢你心内即种的埋怨甲苦毒。一个人无对上帝有感恩的心，伊的内心内底常常有贪婪，常常有骄傲、自高自大，也常常会互焦疑、埋怨甲苦毒来毁灭。亲爱兄弟姊妹。感恩节念米就到，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你是毋是一个知影感恩的人？你是毋是有感谢天、感谢地、感谢过去你的父母，感谢伫你的生活中间，捌互你帮助这个上帝的使者？你是毋是一个知影通感恩的人？你过去领受上帝恩典，你是毋是有记得？常常来到伫上帝面前，用感谢做祭来献祭予伊。感恩节念米就到，
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咱会通安静咱的心，通过咱所读到圣经内面感恩的文句，通过伫美国伫这个重要的时刻中间，这美国总统所发表感恩的文句，也特别也通过咱伫咱的过去的生命中间，咱所听到侪感恩的故事，咱会通来到伫上帝面前，谦卑来在伊面前来祈祷，来献上感谢。咱会通对咱的心底对上帝讲，感谢上帝，因为你有讲袂了的恩典，请咱同心来祈祷。但伫阮学乐甲感谢上帝，求你着赦免阮愚妄的心、懒散的心，因为愚妄阮常常袂记记，甚至有时阵阮会否认上帝你互阮的恩典，因为懒散，阮无伫适当的时阵紧紧来献上感谢，也无常常献上感谢互你，因为阮甚至袂记得感恩。当阮袂记得感恩的时阵，阮的心就互魔鬼有机会来欺骗阮、煽动阮、引诱阮、引带阮，直到阮的心离开你愈远，阮的生命离开你恩典的道路也愈来愈远。求你帮助阮，搁一届怜悯阮，通过你的囝耶稣基督所献赎罪一切，互阮的生命会当得到赎回。你的圣神亲像风，搁一届伫阮的四周围来吹动，来吹动阮的身躯，吹动阮内面的心灵。愿你的话搁一届亲像光来照亮阮，照亮阮内心黑暗的一角，互阮知影感恩伫阮的生命中间是何等的要紧，互阮知影感恩是一个信仰的美德，嘛是一个信仰的亏力。互阮用感恩的祭来到伫你面前迎供你，伫感恩中间帮助阮，互阮的信仰顶头得到亏力，会当坚定硬劲来行。伫阮的生活中间，检测抑阁有困难，抑阁有侪阮难得克服才会艰难。总是阮要恳求你帮助阮，用感恩的心来面对眼前的困难，互阮会通过感恩这项的气力来搬过、来行过你为着阮所备办丰盛稳定的道路。主啊，求你帮助阮做一个感恩的人，帮助阮感恩常常伫阮的嘴、伫阮的心。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性命。感谢主耶稣我救主，感谢你奉献无私，感谢主你听到我的，感谢主点我心里，感谢你赐本我尊的，感谢你将你生命，感谢主。感谢主，你听我祈祷，感谢你的领头，感谢主，我给你光芒，感谢主，叫你关顾，感谢你所给我感觉，做我勇敢为我做，感谢主。感谢主，你相送玫瑰，感谢我心的真谛，感谢。